是西元1850年的2月，道光第4，民间盛传辛亥年，也就是西元1851年，为清净宁富之年。办上帝会便极力的山货，争取信徒，往往一人入会，举家同来。入会者必须将财物、田产捐献归公，并纳入军事组织接受管理。道光30年7月，办上帝会号召各地党众前来桂平县金田村准备起事。同年11月，各地的信徒汇集，布告声讨满清，建号太平天国。洪秀全自称为天王。太平取自东洋战太平市之意，而天国来自基督教，强调有田同耕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保暖，以打破贫富不均为口号，深获下层社会的人心。咸丰元年，也就是西元1851年的9月，太平军占领了第一座城池永安。太平军领袖认为这是永久平安的好征兆。在永安停留期间，规划设施渐增完善，并且封杨秀清为东王，萧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义王。天王是万国真主，各王必须要受东王节制，其权力不亚于天王。军政布置之外，又加强经济控制。早期加入者必须将财物归公，起事之后被胁迫者缴出财物以后，尚需将房舍焚毁，以断其罪孽。到永安之后，天王要求兵将一切所获的宝物不得私藏，全部要缴交天朝圣库，由天朝支配。新王朝并且有自己的历法，称为天历。1年365天，单月31日，双月30日，节气固定，没有各种忌讳。太平军占领永安不久，即被清军围困。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将突围，大破清军。咸丰2年，也就是西元1852年，太平军东渡洞庭湖，进向湖北，抵达武昌城下，这是太平军占领的第一个省城。因为清兵加强防范，咸丰3年，西元1853年，太平军放弃武汉3镇，顺江东下，攻占南京，并定为国都，改名天津。继自广西起事，9个月期间，行军3000余里，横扫长江5省，兵力增加到30余万。被裹挟者固然很多，而自愿参加者也是不少。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，分2路前进。北伐军打算渡过黄河北进，因为清军已经预作防范，转而向西。攻开封未下，继续西进。
是西元1850年的2月，道光第4，民间盛传辛亥年，也就是西元1851年，为清净民富之年。到上帝会便极力的山货，争取信徒，往往一人入会，举家同来。入会者必须将财物、田产捐献归公，并纳入军事组织接受管理。道光30年7月，拜上帝会号召各地党众前来桂平县金田村准备起事。
食的人数日增，鸦片的需求量扩大，走私也就越多。大光年间，再度的声明禁猎，加重行商的责任，严惩重罚，不要移商改用接驳方式走私进口，再由国内的商人分销内地，鸦片进口量激增，全国上至官府士绅，下至士农工商、妇女、僧尼、道士，吸食者甚多。最后，清廷担心的是士兵也多吸食，个个骨瘦如柴，无精
西元1786